每次一打開手機，你都可能睇過呢一啲標題。呢一種食物可以預防癌症喎，3日就可以瘦5公斤。呢一隻油有毒，呢一種生果令到血糖暴升，甚至有人會話所有嘅碳水化合物都係垃圾。奇怪嘅係，每一個人都講得非常之有信心，更加有留言區嘅人話佢係營養師，所以講嘅嘢一定啱㗎喎。但係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呢？佢係咪真係營養師呢？或者更加準確嚟講，香港到底有冇法例規定邊個可以自稱為營養師呢？今日呢條片，我並唔係想批評任何人，而係想帶大家了解一個香港好多人都唔知道嘅事實。最後你會知道，真正保護你嘅可能並唔係一個專家，而係你嘅獨立思考能力。如果你係新朋友，我叫做 Hebe， 係一個讀緊營養學嘅大學生。呢個 channel 會透過客觀嘅科學論證，令到大家嘅身心更健康。未訂閱嘅朋友可以先幫手撳個訂閱掣，再 send 埋俾親朋好友。我哋一齊踏上健康自由之路啦！好多香港人都以為醫生有牌、護士有牌、物理治療師有牌，咁營養師都一定會有牌㗎喎。答案係未必。根據香港消費者委員會，目前香港並冇法例規管，究竟乜嘢人可以自稱營養師或者營養學家？換句話講，只要冇涉及其他違法嘅行為，理論上所有人都可以喺 social media 度寫營養師、專業營養師，甚至係營養治療師。消委會亦都指出，我哋一般百姓好容易因為唔同稱銜而混淆，所以建議我哋主動查詢服務提供者係咪具有相關嘅學歷同埋相關認可資格。所以問題並唔係所有自稱營養師嘅人都冇資格，而係我哋一般市民根本分辨唔到。好多人都會將營養學家同埋營養師撈埋一齊嚟講，其實佢哋原本代表嘅係唔同嘅訓練。營養學家通常係完成咗營養科學相關嘅課程，例如港大同埋中大都有提供相關嘅課程。佢哋嘅重點偏向人體營養、食品科學、公眾健康同埋飲食教育。如果服務對象係健康嘅人士，例如希望改善飲食、控制體重或者建立均衡飲食習慣，有營養學背景嘅人士可以提供到唔少有價值嘅建議。而營養師除咗營養知識之外，更加重要嘅係接受過臨床營養治療訓練。例如，如果一個病人有腎病、糖尿病或者癌症等等，飲食已經屬於治療嘅一部分，就需要接受過臨床訓練嘅人去處理。所以並唔係邊個叻啲，而係工作嘅範圍唔同。但係好得意嘅係，就算香港聽日突然之間新增一條法例，係咪就代表冇假資訊呢？答案係唔一定，因為今日最大嘅問題並唔係淨係得資格，而係演算法。演算法到底最鍾意啲咩呢？並唔係啱嘅知識，而係最刺激嘅。例如一種食物可以逆轉糖尿病，醫生唔敢話俾你知嘅秘密，99% 嘅人都食錯。呢啲標題比起根據最新研究顯示吸引得多，於是越誇張就越多人分享，越多人分享，演算法就推得更加多，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好多影片甚至只係引用咗一篇研究，又或者直接斷章取義。但係科學並唔係咁簡單，真正嘅營養科學睇嘅係有冇大量嘅研究，有冇系統性回顧，又有冇隨機對照試驗呢？唔同嘅研究結果又係咪一致呢？一篇研究通常並冇辦法代表全部嘅真相。好多人鍾意講嗰一句，佢係專家，所以就一定啱。其實科學從來都唔係睇身份，而係睇證據。歷史上唔少好流行嘅營養觀念，後嚟都被人推翻。例如之前大家因為膽固醇而好驚雞蛋，而家我哋知道，對於大部分健康嘅人士嚟講，
雞蛋並唔係主要問題。科學最大嘅特色就係可以修正自己，所以真正值得相信嘅人，並唔係永遠話自己冇錯嘅人，而係願意根據最新嘅證據去修正觀點嘅人。講到呢度，好多人或者會問，咁我應該信邊個呢？其實雖然香港並冇法例規管營養師或者營養學家呢兩個稱銜，但並唔代表完全冇參考方法。其中一個最值得大家去認識嘅就係香港認可營養師學院，佢哋建立咗一份認可營養師嘅名單，目的就係令我哋更加容易辨認邊個受過認可臨床營養訓練、符合指定資格要求嘅營養師。一般嚟講，要成為佢哋認可嘅營養師，就需要佢哋認可嘅專業資格培訓，例如係英、美、澳、加等等認可嘅相關課程同埋專業資格，又或者香港近年認可嘅碩士課程，例如係 Hong Kong U Space 同埋理工大學嘅相關課程，而且符合到佢哋嘅認證要求。除此之外，認可營養師亦都需要遵守專業守則同埋持續進修，以確保佢哋嘅知識同埋最新科學證據同步。所以，如果你淨係想改善飲食習慣，可以試下參考有唔同科學根據嘅營養資訊。但如果你有糖尿病、腎病、癌症等等嘅問題，我會建議你優先查閱佢哋嘅名單，去揾一啲接受過臨床營養訓練同埋符合認可資格要求嘅專業人士。不過，我今日最想大家攞走嘅，其實並唔係一份名單，而係一個習慣。就算對方擁有專業嘅資格，我哋仍然可以問自己3個問題。第一，佢嘅講法有冇引用高品質嘅研究呢？第二，有冇完整嘅解釋證據，而唔係淨係揀對自己有利嘅研究？第三，當新嘅證據出現嘅時候，佢肯唔肯去修正自己嘅觀點呢？因為值得信任嘅，從來都唔係一個頭銜，而係一種尊重科學、相信根據證據而修正觀點嘅態度。今日我哋要講嘅並唔係邊個真係專家，亦都唔係邊個係假專家，而係香港的確目前冇法例去限制邊個可以自稱營養師或者營養學家。咁意味住我哋更加需要主動去查核佢哋嘅專業背景。更加重要嘅係，就算有專業資格，亦都唔代表每一句講嘅嘢都一定啱。冇專業資格，亦都唔代表每一句嘢都係錯嘅。真正要相信嘅，永遠都唔係一個人嘅頭銜，而係證據嘅品質、推理係咪完整，同埋肯唔肯接受新嘅科學證據。如果呢條片令你下次睇到神奇飲食療法嘅時候，會先停一停，諗一諗，去 check 一 check，而唔係即刻去相信佢哋講嘅嘢，咁佢嘅目的就已經達到。真正要保護健康嘅，唔單止係營養知識，而係獨立思考嘅能力。留言講低你對營養師嘅睇法，我哋下集再見。